Hello, welcome back！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在前2期视频中，我们介绍了各种各样的来自大海或者是淡水中的 Taniwha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，并不生活在水中，而是来自于森林陆地上的 Taniwha。在毛利神话中，存在着一种有点像蜥蜴，也有点像龙妖的神话生物。它是一种生活在陆地上的 Taniwha， 也被叫做 Ngarara。在这里 Ngarara 的意思是巨型爬行类动物的 Taniwha， 它们的形象长得有一点点像西方传说中的巨龙，它们长着尖尖的牙齿，有爪子，有鳞片，有些甚至会围绕山的周围，守护着山洞或者秘密的宝藏。那么在今天这期视频中，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2个关于 Ngarara 的故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故事是关于 Ngarara Huarau 的故事，而它的传说在新西兰各地广为传颂。它最早出现在新西兰北岛东岸的 Waimarama 附近。据传说，当 Ngarara Huarau 离开山洞时，它掉落的鳞片成为了如今新西兰的濒危保护动物 Tuatara， 而 Tuatara 据说和恐龙是近亲，是一种新西兰特有的古老蜥蜴型动物。起初 Ngarara Huarau 也是生活在丛林附近，它会攻击路过的旅人和附近的村民，在山和林子的附近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恐慌。然而有1名幸存者逃回了附近的村庄，想方设法设计了一个陷阱。他们在Huarau经常走的树林的道路上锯断了一棵大树，却没有让它倒下，然后施法让一只小狗作为诱饵跑进山林。果然Huarau看见小狗就拼命地追了过去，没想到当Huarau正在奔跑时，大树却忽然倒下，压在了他的身上。而这是一个经典的利用智慧的力量战胜蛮力的故事，也体现了毛利人巧妙运用自然来保护自己的故事。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第2个故事就没有第1个故事这么热血，它是一个有点悲伤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叫 Takare Pilipili， 它是一只巨大的长得像Tuatara巨蜥的 Taniwha， 它住在 Ngati Raukawa 部落的附近，他是那里的守护神，而当地的族人经常会将食物供奉在他的洞口，来感谢 Takare 对当地人们的守护和庇佑。而在他的庇佑下，当地的部落安定丰收，人与神灵和谐相处，达到了一种美好的平衡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位村民提着一篮子打捞上来的鳗鱼，想去 Takare 的洞口去供奉他。可是走在半路上，村民却因为自己嘴馋，吃掉了一大半的鳗鱼，只剩下鱼头放在筐子里，最后摆在了 Takare 所居住的洞口。Takare 看到了人们对他的不尊重，感到了羞辱，一怒之下吃掉了那些对他不尊重的人们。然后他自己也出于悲伤，逃到了一个叫做附近 Manakawa 的山脉。在 Manakawa 山脉中， Takare Pilipili 以袭击路过的旅人以及附近的村民为食，最终另一支部落，也就是 Ngati Hawa 的人将他困住，并用长矛将他刺杀。这是一个从守护者变成复仇者的故事，它也在提醒着人们，如果人与神灵之间破坏了信任，就会引发怒火。那么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2个关于森林里生活的 Taniwha Ngarara 的故事。那么经过这几期的分享关于 Taniwha 的故事，首先要感谢大家在我视频底下留言分享关于 Taniwha 的 Protocol， 谢谢大家的分享。那么下一期视频，我想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与毛利文化中的 Taniwha 相似，但却又有所不同的中国文化中龙以及与龙有关的文化传说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见，卡基这样呢。